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海巡署，伫今年的国庆打造一台实体1/8的古锥版的安平舰，来参加着国庆的典礼。这个活动结束，台南市议会争取把这台安平舰刷到鹿耳门圣母庙来展出。讲这个鹿耳门嘛有指示哦，船头都要向东平，讲这嘛是一种和平的象征。这台古锥版的安平舰。长有14尺半，重2吨，这是今年国庆海巡署依照原型特别打造1/8的古锥的造型。伫国庆活动结束后，经过台南市议会争取会使收藏甲保存，嘛得到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管理委员会同意，放入庙口广场展示，好参拜信众嘛会使参观。真实版的巡防舰安平舰在此落脚，提供给所有全国的民众来这里参观。鹿耳门圣母庙主委王正英嘛邀请全国信徒到圣母庙去参拜妈祖，同时使参观。阮圣母庙的景点嘛是非常的多啊，欢迎大家来鹿耳门嘛，遮参拜鹿耳门嘛，庇佑咱事业成功、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祝福大家。虽然讲袂使爬起去看，不过边仔有自景灯光的设计，也有电力系统像舰上的雷达喷水系统，拢会叮当真逼真。